再一公，三一公，分到一公，再一公，三一公。大家请坐下。好。好，大家请坐。同学第一次到我们那个正和书院，所以蛮期待今天的相聚。同学，今天刚刚探讨的题目大家知道吗？同学啊首先感谢天师的，其实我们每次的相聚都是因缘的呈现啊，所以没有天师的，可能今天没有我们大家，没有白水圣地不修习菩萨摄灵的护佑，也没有今天这么康庄大道，可没有我们两边的讲师带动我们，也没有今天这一场音乐。那后学在上台之前，后学还要感谢一个人，陈书月陈讲师有听过他课吗？有对不对？因为他推荐后学。后学记得在去年前，他跟后学说，有机会啊，推荐你到我们正和书院跟他讲一堂课。后学跟他说，不要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大屯区人才济济，应该轮到后学可以上台。后学是这样讲，他说人才这么多每个人说渡人，三多四好看得出来嘛。所以后学说后学这个功力不到那里，可能没有办法跟那么多人去讲后学心得。但是他讲的一句话很好，后学就闭嘴了。他说我们要一起帮老师的忙。他说每一场音乐有每一场音乐的展现，推荐你的缘分到了就上这个台，如果没有我们不勉强，但是白羊出世，接老天的事情就不要推诿，因为这是天事，所以后学就接受了。那接受完之后呢，后学其实坦白讲，还是在想这堂课程跟大家讲的过程，大家该听的都有了，要用什么层次面跟大家分享这堂课成全人？成全每一个人都很厉害，可是要用哪个程度跟大家分享，那是一个重点。那在讲之前呢，在5月初，后学邀请那个陈水长师到我们高雄去讲一堂课，讲之后后学就在路上就跟他谈，他说，来正和书院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？有没有请他跟后学提示的啦？他说没有，但是要跟你讲一件事，上台不要紧张。我说这个好。他说后学问他你会紧张吗？他说他第一次全身在抖。他应该待会录影会看到，他会骂后学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坐第一排的正襟危坐，然后面不改色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他发现糟了，我这样还能讲下去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吗？因为他觉得说他的课程是很活泼的，可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他就觉得说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克服这个问题。听完他的课，你会发现还需要正襟危坐吗？其实修道是很自然的。可是，在自然过程当中，我们一股正气，可是给众生的感觉是要怎样发起，不然会觉得格格不入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常讲，像什么报最大，不是像台北的那个事件的什么自由日报啊，那个苹果的不是，像什么报最大？县市报最大，因为台上讲课的人我们都这样子，当你会发现你上台的时候，发现大家都这样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后学每次只要遇到下雨天了，坦白讲下雨天上课的人一定很少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后学以前下雨天的时候，后学说雨较大，我今日卖体课啊，所以后学只要下雨天的时候来上课，通常不管到研究班到什么场合，上课的时候那个班员就特别少，因为后学就是中了这个因，所以会结什么果？这样懂吗？所以跟众生结缘的过程当中，不要小看跟每个众生当下的那个契机，你知道那个缘好的，它一定有一天结果。这一次不结果，他生他世，我们随着老师下来的时候还是会结果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我们眼光放远。所以今天刚刚探讨成全人命运观，我们就换个角度来跟他探讨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会发现有一边有星空，有一边是黑的，可是黑的事实上是真的有图，但是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看不到，是一个没有星空的夜晚。你觉得这两张差在哪里？不够亮，还有一个是天空都没有星星。那各位有没有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们不妨出去看看，你会发现现在星没有在20-30年前的星那么的亮，可能是光害，可能是星星真的变少了。问题出在哪里？
像我们经理到高雄办道，然后经理在办道的时候跟球道人突然讲一句话，他竟然问球道人跟球道人讲一句话说，你会发现他心变少了，然后觉得。因为通常跟球道人讲话不会讲这个，你知道吗？经理突然说就觉得相信变少，跟球道人讲，然后球道说他说因为大家都来人间了，所以你们好好办，你们都是这些星宿，经理就这样讲，所以我觉得就想到是啊，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在大堂上休班？天上的星星不见了，都来人间了，所以怎样，满天星都消失，那在哪个地方？就是在座各位。可是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愿力，就是画什么？画说佛文莲花邦。我们老祖师就是要让天堂搬到人间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不管今天我们是哪一个祖先的，不管我们是哪一个单位的，我们共同的愿力就是这样把天堂搬到人间。弥勒家园是我们共同的努力要做的。不管今天你的角色做什么，我们所有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就是努力。不管这之间我们的人事的问题，不管道场的所有的问题，我们的愿力永远没有变过，就是要来替老祖师做这一大事业的整合。这样懂意思吗？这个观念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再分你分我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是在自己的角色扮演好，努力目标一致，就是朝向那个方向走。因为我们期待这一天会来临。世界大同不都在期待吗？可世界大同不是一个口号，它是行动产生的结果。这是跟大家分享的。所以满天星斗就是由我们各位成就出来的，认同吗？这很重要。其实有这样的观念，我们再讲下去，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使命很重要。每一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。或许在座会有讲师说，可是我又不会很渡人，我很会渡人，我也不会很会讲课，我怎么可能是满天星斗？但或许跟大家分享，就算我们不是那一颗最明亮的星，至少我们还是一颗星，懂意思吗？我们都知道求道要三年嘛，对不对？3年的修行才能求道嘛。但我们经过多少次的因缘，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那可见大家基本上的根基一定是够的。我们就是那一颗星，肯定自己就是这一颗星。就算不是最亮的，我们也是一颗星。因为你只要把你身上那个心给点燃了，你周遭的众生会因为那个温暖而感动，这是重点要跟大家分享。你看黑暗当中一个蜡烛，即使是小小的一个蜡烛光，你会发现它一旦点亮的时候，那个黑暗就不见了。所以在座各位重不重要？重要。所以先点起自己，你才有办法点众生那盏心灯。这个跟大家分享。所以老师才跟我们讲一段话。恩师说啊，今日的你，明日的他，事事物物都在变。修行办道，弘法利生，借着别人来了自己的愿。没有众生，是不是就没有我们？菩萨因众生成就菩萨，所以我们也是来人世间，众生就是我们的责任，这样懂吗？既然是众生，我们四生六道所有众生，如果你肯定他，第一，你会爱你对所有的动物，你对三界十方，对有形无形的人都产生一份的敬重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其他宗教你也产生了敬重，因为你这个观念起来的时候，你没有任何分别心，一视同仁，我都要敬重他，因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来照顾他、广结善缘、成就他，就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老师继续讲，他说尽其所能，牺牲奉献，来服务芸芸众生，这是殊胜的天职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如此。成千上万的众生，苦海的众生这么多。又有几个能闻到？又有多少人能办到？又有多少人能承担天职？或许记得去年跟我们洪讲师跑了澳门、香港，然后跑了内陆，也就是因为法会啊、课程等等跑了那一年当中，我觉得要出国大概5、6次，去年的事情。然后其实后学出国我才知道，跟我们竞争还蛮辛苦。有时候就是后学跟他。2个这样出去有搭船搭飞机哦，然后你知道我们后学左手拿4个手提袋，右手拿4个口袋，就是要给道亲给谁的，里面就很多东西，要设坛要什么，就是经理就是会带，经理习惯会带伴手礼要去成全道亲，所以带，然后他也好几个。那我们近期也60几岁了，后学有时候经理你的东西会帮你拿，然后经理看后学一眼说你还有手吗？所以他身上拿他也背5、6个哦，就我们2个人。就这样子跑船、跑飞机，就这样跑，他速度要比后学快。可是，在那一场后学发现，真的是我们原来真的是辛苦的。后学觉得说，哎，
真的那种幕后人家看不到那个辛苦是真的。那个跑的前后就觉得我好累，那跑完后一到目的地也是不能休息，开始讲话，开始办道。或许那一次去内陆，好色谈，一到我还不知道是哪一天哦，这个进去，然后马上超时，马上办到，超时间上指令就做了，我们都没去过哦，进去就去了，哎，赶快处理，马上办到，马上离开，就这样子，短短1个小时要搞定所有的现场。坦白讲，那个速度是因为一场接一场跑，我们给的是速度是一场接一场跑，他那个时间都不浪费，然后在车上跟道心开始在成全，也不休息，会觉得说哇，那叫铁打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后学发现他身体为什么那么好？因为那个精神力。所以后学后来跟经理讲了一句话说，后学发现能修能办真是一种福气。多少人能够像经理这样子能修能办，所以能够跟着经理这样修办道，跟着能够办老天的事，真的是一个福气。你没有相当跟经理还没这样，没办法这样办。所以在座各位大家都成全组的，相信大家的福气都很够。所以我们要好好认真做，这也是老师给我们的期许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，所以这是我们共同的愿力。所以在不管哪个修行者对这句话应该觉得很熟，对不对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既然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也代表了所有的众生，我们这一世我们注定要跟他结善因缘。既然结善因缘，我们就会记住这件事，就是少了是非，少了对待，多了一份祝福。不管他是哪个宗教，不管他是哪个城市的人，你都是对他一份的祝福，这叫善因缘。因为善因缘种下去之后，注定会有收割的那一天，这个很重要。当这个提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修道人我相慢慢拿掉，就是这个观念出来。所以先放这段话跟大家看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这句话你也听过吧？众生有多少？84000的烦恼，对不对？佛有多少的法门？84000的法门。所以在引渡众生当中，你问后学说有哪些方法最好？后学刚刚讲法无定法，要视切众生当下的需求，引渡他，那个就是最好的方法。这样懂意思吗？可是法无定法当中，它又含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？一个归界。后学你会发现，后学放的照片有一个古硬币，以前硬币是外圆内方，告诉我们圆融十方，众生的一切因缘，但是你心中那把尺不能怎样偏掉。举例好了，曾经后学度后学的姐夫，他弟弟求道，他弟弟跟后学小4天而已啊，我们同年次的，小后学4天，后学要度他求道。那刚刚讲完之后，他说好啊，如果要我求道很简单，你只要答应后学一件事，我就跟你求道。后学说好啊，那你说什么事？你陪我去吃1颗牛排。他知道后学吃素哦，然后补了一句话：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你要有菩萨的精神啊。他开始在跟后学讲道理哦，讲就是觉得说你就应该要为他破戒就对了。他说你如果能够为了我下地狱，那真的会感动你。请问你们要不要？那个法度你要很清楚，所以后学怎么跟他说？后学说：“你放心，后学终有一天等到你。”因为为什么后学讲这句话？跟他讲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时候好。